继续来到台中，去年有2个消防员伫个无人等待救援的火场当中来殉职，所以去年10月，立法院三读通过消防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，明文规定，这个火场内底若是无调人，消防员就免入去火窟来救火。嘛，具体来定出着6大危险的火场，这个拍火兄弟若拄着这种危险的火场，拢会当免等待命令，就先来撤离。 地原遗体讲出来是现场的拍火兄弟，拢列队惊礼密哀。这是去年10月，台中大雅免洗碗盘工厂盗火，当时无确定讲是毋是有人掉入内底，指挥官带队搜救，想要到最后才发现讲无人掉入内底，却互2位双兄弟殉职。因为安尼，立法院赶紧通过修法。里面没有人的时候，不执行这个危险性救灾行动，它特指的就是入室救灾。危险性救灾行动包括核生化灾害现场一区。 如到炮啊、烟火、公共危险物品，也是可能会导火、液体场所、有毒性化学物质，入去轻量型更结构建筑物，像讲铁柱、长隧道、地下轨道、地下建筑物，也是砖厂内面，有可能倒塌落来建筑物内面，经过综合判断，认定是危险行动，就使免入去。爆炸了以后就失去联络。有气瓶的都能过来啊！好人在里面。 2018年，桃园建平工厂的大火造成2个移工、6个消防人员无命，就是拄到上届致命闪燃。草案这摆冇做修正。碰到有闪燃、爆燃这种前兆现象，因为燃烧久了有可能倒塌或崩塌这种危险状况的时候，不用等指挥官下命令，你就可以采取撤离的行动。立法院去年10月已经3读通过消防法修法，即摆就等发布实施，希望讲唔通阁有消防人员无辜丧命。